有立委质疑国军正道头盔标准有问题，嘛无第三方公正的实验室来认证防护能力。国防部回应是表示讲，头盔拢有送国际实验室来检验哦。国军嘛指出，针对猫落去的评估标准，美军嘛无相关的规定。 有国军官兵向立委订正，讲军方的头盔和枪支弹着会出现哪类分野。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质疑国防部的军备无定出哪类标准，嘛无经过第三方的公证。头盔的防护安全方面，一定要定凹陷的标准。 警政署都能定的，为什么国防部不能定？立委用警政署的头盔来比，认为警政署有定出哪类数值是2.45，而且有送国际认证。但是国军用的头盔却无相关的标准。不过国防部表示，军用的头盔同款有送国外的检验。照美军的标准来看，伊嘛无纳入美军的军规。戴头盔除了避免去和枪支弹着的时阵会通过，类似屈伤的功能嘛是关键。 那凹陷值那我们也特别找了三种医院的脑神经外科来做研讨。那虽然凹陷值很小，那表示说它头盔的这个强度很够，但是如果冲击力过大的话，颈椎还是断裂，那还不如说是在里面去做一些吸震的设计。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。 另外，立委嘛质疑头盔若敢若当普通的枪支敢有够？国防部表示，目前的标准甲美国同款，未来若有更较悬的防护标准，所来会继续去发展。记者林合文、曾派文台北采访报道。